国凤老师嗓子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因为他会蜂蜜养生法。对，不仅要。我觉得传承经典也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为吾冲天将。走进名家，欣赏名段，这里是名家名段，欢迎您的收看，我是陶海。那么今天我们的几位座上嘉宾呢，都是您非常熟悉的朋友。首先您介绍的是著名粤剧演员王志平，志平你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老朋友了，经常来我们的名家名段节目做客啊。坐在他身边的呢，他们俩是黄金拍档，著名粤剧演员郑国凤，国凤欢迎你。你们好，观众朋友。然后呢，坐在我左手边的这二位啊，是青春靓丽啊。那么大家也非常的熟悉。首先为你介绍的是在粤语争锋当中有上佳表现，现在也拥有很多粉丝的李旭丹，旭丹你好。好，大家好。然后呢，我们介绍的是我们上海的粤剧观众非常熟悉的一位青年演员盛舒阳。大家好。舒阳你好，再次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名家名段。那么你们四位呢是刚刚从这个排练厅呢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正在排演的就是马上要演出的这部《西园记》，对不对？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西园记》呢是徐光老师在后期啊合作的非常经典的一部剧目。那这次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又把它复排呢？那两位主演为大家介绍一下好吗？前段时间我跟子平刚好拍了个《红楼梦》电影，那么后来又把这个《红楼梦》的电影就是说排练成那个舞台剧，也是经典《红楼梦》。是的。那么这次呢，就是说这段时间里面，其实我们也是很担心，我们有没有另外的节目，就是接下来。后来就是说我到徐老师那边家里去拜访他，他后来跟我建议，他说那个《西园记》还是不错的。因为徐老师给你的一个建议，对，他也是启发，是他们一溜麻的一个启发。对，他一溜麻，他说：“哎呀，怎么会这么好的反应？”他说：“我们的《西园记》也是轻喜剧，他说你们是不是可以去演演看？”就是这个杭州粤剧院来演这个一缕麻，对。然后呢，你们也受到了启发，因为一缕麻也是轻喜剧，所以特别受观众的欢迎。对，你们就想到了这个徐光老师曾经在80年的时候合作过，80年的国庆节合作过一部戏。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应该说全部还没唱戏。80年都还没开始还没有。那看过没有？因为他在这个82年就被改编成了这个粤剧电视剧。之前呢，因为听说这个戏当时徐光老师演出的时候非常的红火，对，听说连续2个月都是爆满，对。但是大家都说这个戏特别好啊，特别逗，就观众啊他都会他有点当看了不厌这种感觉。那么我觉得我们现在排了很多比较凝重的戏，就说从改变戏路的另外一种感觉来说，我们有的时候排一些轻松愉快的戏，观众他反而会比较容易接受。是，新时期的观众呢对喜剧是情有独钟啊，大家都希望到剧场里呢哈哈一笑。但粤剧呢，它有一个审美定式，好像哭哭啼啼的这个场景比较多一点，对吧？但是在这个新时期呢，能把这一部在80年就编排的这个粤剧轻喜剧再次搬上舞台，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粤剧迷啊，现在都是跃跃欲试，很想一睹这部戏的风采了啊。
子，你怎么也锁门起来了？看着梅花有多香啊！给我这里小嘴才对。妈，让我亲手摘去一枝，送与我那月英姐姐，插在屏上边的玛瑙瓶中。哎呀，这莲枝梅花，我从天降。这枝不好，还是下流去寻那枝上来。原来是三花天女，谁穷人是小生在此，是小生在此啊！小娘子是小生冒昧，小生冒昧。小娘子，你在寻找什么东西呀？一枝梅花是我家小贼撒手掉下来的。掉下来的，哪里是掉下来的？分明是他生进我的呀！相公，你既然说到，就该早点还我。小娘子，小生是有诚到此，我儿在此当了客人，这话不偏不倚，偏偏当在小生的那上。既然这话是你家小姐的，应当奉还啊！不过还请小娘子传言一声，谁知小生襄阳张继华，我是有学到此。小娘子，你要小心在事啊！晓得。我就说我们在那个排练的过程中，然后稍有间隙，因为可能乐队老师也要那个他们要对谱的这个空档的时间，然后在那个舞台下面就从那个幕后传来，在四
我想什么？这唱段你唱一个。我唱不了，就是那个本稿当中的唱段。我想，西元姬怎么出来《红楼梦》的唱腔？他是很小的，他只有19岁啊，跟我女儿同年。因为我们演的是同龄人，所以我们其实是相互给予。全新时代来临，伊卡路新瓶升级绽放，吸收惊喜新成分，滋养出全新的动人芳香。就让秀发逃到不平凡的梦乐园，逃醉在全新伊卡路。嘿，去吧，你知道我在啊。每一天，每个时刻，总有柠檬茶爽贴身跟随，倾听你口气。佳洁士柠檬茶爽有效去除口腔细菌，从早到晚陪着你，送上清新口气，不离不弃。细微污染残留在头皮，头屑出现。新海飞丝植物净萃系列，净化细微污染物，没头屑烦恼，进入净化的世界。新海飞丝植物净萃系列。新升级玉兰凝萃薄荷冰爽沐浴露，一冲洗不油腻，冰爽魔力从肌肤冰出来。玉兰凝萃薄荷冰爽新上市。你现在会跑会走，可不肯乖乖的躺着，别紧张，有邦宝适学步宝宝拉拉裤，轻松穿轻松脱，让你探索世界不停步。邦宝适拉拉裤，轻松分男女。要把双眼点亮，除了解决笑纹细纹，你还要摆脱暗沉。全新 Olay Definity 焦点皙白双重精华眼霜，各有双重精华成分，能帮助修正暗哑，同时减淡笑纹细纹，提亮眼周肤色，唤醒光彩，仿佛注入一道光，眼眸从此光感四射。Olay Definity 焦点皙白双重精华眼霜全新上市。想要小脸视觉，沙宣深层水养洗护系列能令发丝更加顺滑服帖，创造小脸视觉。沙宣深层水养洗护系列Olay 玉兰油多效修护防晒霜，一瓶同时帮你提亮肤色，补水保湿，光滑肌肤，修饰毛孔，均匀肤色，减少细纹，长效滋润，同步对抗多种肌肤岁月问题，焕发肌肤年轻光彩。Olay 玉兰油多效修护防晒霜。那么国凤在这部戏当中扮演的是张继华，那这个王玉珍，对，这个王志平扮演的是王玉珍这个角色啊，都是扮演的是各自老师的角色。那么师傅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戏的阵容，我们的2位青年演员在剧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其实这次还是有新意的，因为盛舒阳跟李旭丹刚好是《玉珍夫》里面的优秀的青年演员，作为我们这样一个阵容来合作，其实是很有新意的，我们可以相互学习。是相互取经吧。是啊，这个老师的评价很高啊。那你们2位是不是自我介绍一下，在剧中扮演什么人物？我在里面饰演的是翠云，是王玉珍小姐身边的丫鬟。是。那我知道旭丹呢也是青年王派演员嘛，对不对？那么跟这个王派演员当中的佼佼者王志平合作，那一定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儿啊。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非常兴奋，因为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跟学习机会。像锻炼呢，是因为它能
拓宽我的戏路。本身的话，可能平时表演方面还有欠缺，然后这个人物可以帮我活络活络，然后学习机会是因为跟在志平老师身边，能学到很多王派优秀的唱腔各方面，唱念做打各方面都能有很大的提高。我就说我们在那个排练的过程中，然后稍有间隙，因为可能乐队老师也要那个他们要对谱的这个空档的时间，然后在那个舞台下面就从那个幕后传来。这是，然后什么，把这唱段给唱一遍，我唱不来，就是那个本稿当中的唱段。本稿。我们想，咦，西元记怎么出来《红楼梦》的唱段？为什么呢？后来找来了之后，原来发现王志平老师把那个李旭丹带住了，空隙时间在为李旭丹对带住了，哦开小灶，你知道吗？哎呀，我明白了，就是说是在排练间隙，王世平不断的给李旭丹开小灶，就是辅导经典的王派唱腔。志平老师对我当然是非常用心，每次他在排的时候，然后他就会带着我，叫我也看着，而且他会利用中午啊，或者是我们结束的时候来教我很多唱腔啊跟表演。像国凤老师，他对我也是非常的关爱的。旭丹，你详细讲讲这国凤怎么关心你的这个生活？像生活中的细节啊，比如说排练嗓子经常会比较疲劳，然后国凤老师会生活上也很照顾。国凤老师嗓子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因为他会蜂蜜养生法。他对我说，每天早晨，这个是天机不可泄露，现在是传播出去。如果嗓子比较疲劳，然后含一口蜂蜜在嗓子里面，然后就会有非常奇妙的效果。少年。国凤就是长时期都是保持这样的一个习惯。对，有的时候你不是嗓子有点毛嘛，那么你有的时候就是说喝点蜂蜜啊，比方说它有一种天然的那个消炎的效果吧，它会好一点。难怪你徐派唱的那么好。没有。那现在把这个秘方是无私的，就是说是传给了旭丹，是吧？我觉得我们整个创作的一个团队啊，合作的非常的愉快。排练厅不时有笑，有说有笑，不是就是说大家关系非常的融洽，是硬力的紧张。对，那么像丹丹啊，那个杨洋，他们就是说，虽然跟我们有些年龄上的差异吧，但是我觉得他们在那个创作的他们的那舞台上的感觉啊，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相互给予的。对。
他到了院里以后就很幸运，然后正好排这个戏，尤其是这个戏，对非这个戏，常幸运。然后能亲密接触到了。然后志平老师每次中午的时候，就是也不休息，然后就帮我辅导唱腔。啊，这得问问志平了，又是大热天，又排着戏，你又是女1号，然后间歇的时候你还不歇着，还要辅导李旭丹，你觉得累不累？他从一个新的环境到了我们这个大的环境以后，他可能一下子不适应。但是排练过程当中吧，不管是我跟国凤或者是舒良，我们等等任何一位演员跟他提意见，导演再三的跟他让他反复的做，不厌其烦的做。旭丹总是非常的虚心，而且他接受能力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快。可能你第一天不觉得他怎么样，第二天、第三天你会觉得他有个大变样。我觉得他提高的这程度非常可喜。这是旭丹加盟上海越剧院之后，这个演出的第一部大型剧目吗？对，之前有一些，但是不是像这样有戏份比较多一点。我们边上都是比我们小大概20来岁的一些青年演员，其实我们压力，我们在台上呢就说要演着一个。他是很小的，他只有19岁啊，跟我女儿同年。因为我们演的是同龄人，所以我们其实是相互给予。有的时候就说你来，我就从细节上的表演的东西啊，可能我们给他们有时候也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就是说青春的东西。我听明白老师们的意思了，因为你们青春靓丽啊，然后呢跟这个角色呢比较贴近，所以给他们还带来一些压力。但我想更多的是跟老师合作，它是自然美丽吧？能够说说这方面吗？像老师他们的唱腔什么，因为有很多都是，比如说志平老师唱完，然后接着是我唱，或者是国凤老师跟他们都有对手戏，然后一到他们唱完，一到我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紧张，就怕自己一唱就掉下去了。那么接着下来呢，这个舒阳要介绍一下自己在戏中演的是哪个角色？我在《西园记》中是饰演孟丽英老师曾经主演过的那个湘君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喜剧人物。著名的丫头的角色，那么肯定是很有挑战吧？你接这个戏的时候心里怎么想？我觉得领导能够选我，真的他们胆子也挺大，因为我觉得我性格上如果要释放开来也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那个也是一个挑战，是个学习的机会。我跟旭丹一样，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对，这个舒阳呢，在各种各样的媒体呢，不断的说自己的性格呢非常的内向，那当然这是事实啊。但是我发现你最近一直在挑战自己，比如说《西厢记》中的红娘，比如说《红楼梦》中我们合作的这个《红楼梦》当中的晴雯，那么一直到这样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丫头的角色。这次的挑战怎么样？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这次的挑战我觉得比较磨难重重。这次要演的孟老师的这个人物当中有一段唱腔，就是18个那个赵小姐，这段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对，你说的那个赵小姐，她不是那个赵小姐，她那个赵小姐呢是你那个赵小姐，一大段。对。然后他们同事们每当排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大家屏住呼吸，然后每个人的脸都很僵，等着我突破音了。等着我忘词突破音。练的时候会啊。会的。那可想而知，当年这孟丽英老师的唱功也是非常的了得，这么一大段拿下来，当时是在剧场当中是很少见的，就是给一个丫鬟的角色有这么热烈的掌声的。对，而且一直拍成电视剧之后，这一段就流传开去，都成为了粤剧经典唱段之一，应该这么说。所以一定得唱好，千万不能出破音。不唱不知道，一唱吓一跳。老师的功力真的是小起码非要生啥个气，这桩事体嘛，且听我相君一让两个三亲四处，所有家从头上少小姐，理想的少小姐，并不是今晚与你同往的少小姐。
才真正是有缘所见的赵小姐。不过她不是死去的赵小姐，却是活着的赵小姐。当初她还不是赵小姐，如今才是么赵小姐。她本来不是赵小姐，过往儿才叫赵小姐，原先只有一个赵小姐，后来才变成两个赵小姐，才叫你把这两个赵小姐当成一个赵小姐。张先生啊，你心中爱的赵小姐，那就是这位大道地嘛地道道，不怕鸡的，都怕猫叫的少小姐。虽然不是第一次跟二位老师合作，我们合作的蛮多的，蝴蝶梦开始，红楼梦，对，第三个我们是蝴蝶梦里你演的是这个田秀的丫头娟儿，然后呢，这个《红楼梦》里你演的是紫娟，对，这个戏你又演的是这个湘君这个角色。我觉得苏阳啊，这次同样能够非常圆满的胜任湘君这个角色，我对他是充满信心的。你对他充满信心？王老师肯定的。过程稍微要长一点，因为他跟国风的戏也特别多，我也在注意。一上来呢，其实我是对孙素阳呢，其实有点犹豫的。我感觉他是比较内向，他自己说的，我就感觉他不够放。对，那么经过这段过程里面排练啊，我认为他是进步很大，他放开来的，他的戏路也宽。老师很认可，虽然自己还得聊聊。一开始还是蛮障碍的，然后那个刘永珍声音也是要放，我也放不开来，都放不开，动作、表演、幅度、什么白口全放不开来。他的白口是有乡音的一种白口，而不是那种现在概念当中的粤白，它有点那带土气的。对。老师帮我抠的时候，我好在什么是那种我放不开，很拘谨。老师就是很严厉的跟我说了几遍，我还是放不开，就非常严厉的跟我说一定要放。然后后来我说老师，我有障碍，我演的时候放的时候是发着抖的，有点紧张的。刚才让你唱你不敢唱，白口给我们来两句好不好？就学的你说带着乡土气息的这个白口啊。我建议让他来一个傻笑，就是这个最经典的笑，笑到他自己就气都没有了，然后大家都跟着他笑。我就要不是有个妙，我下来来一段，太可爱了。观众朋友解释一下，这个戏我也比较熟啊。这段戏呢是说，就是张继华呢把这个小丫头呢当成鬼了，对不对？然后据说呢鬼呢特怕猫叫，对，这鬼呢特别怕猫叫，然后张继华呢也傻乎乎的，自以为自己很聪明，要拿猫叫来吓他。这个时候湘君有一段笑，对不对？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给大家笑一下好不好？那怎么办？你啥真的不醉，我就要喵。我就要从来没见他这样过，他另类的这种很真的这种，他那个一定要笑到有点那个。老师说让我笑到上气不接下气，笑到就是趴在地上了。很好。但是我说句中肯的话，就是跟这个孟丽英老师原来的表演相比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一点点距离。对啊，就是有机会的，是不是找孟丽英老师再抠戏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看老师的资料是那个 VCD，就是电影版的，应该是电影版。电视剧版的，然后电视剧可能它是那个近景比较多，然后舞台的感觉我们还掌握不了，要跟他学习掌握心理节奏跟那个那个分寸和尺度还不知道什么样。是。那么其实我们也是打算就是说过2天排练稍微顺一点啊，这个过程里面叫几位老师来给我们指点，给我们来看一看。
从刚才听了4位的一些这个简短的介绍啊，我们都感觉到可能是排喜剧的原因吧。你们的这个排练厅里好像充满了欢声笑语啊，对不对？有给蜂蜜的，也有屏住呼吸听人家破音的。这排练厅里一定发生了很多趣事。我们从2位老师开始，都跟我们说说吧。这次排练过程当中，给自己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好吗？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次并不轻松，为什么？又是高温，剩下的2位老师导演吧，他们其实比我们更辛苦。所以最紧张是2位刘导演。2位刘导演，对，其实我们这次呢，在排练厅里其实也是蛮轻松的一个喜剧。不过呢，他们比我们紧张。为什么呢？对，那么真的是很认真。天气这么热，这样一个戏，以前老师留下来这么好的一个经典的戏，如果说我们传承下来的话，他希望我们是至少能够有演出我们自己的风采来。这是他对我们的要求。徐老师呢也是对他是很信任的，对刘导演李永珍老师。那么刘老师是更加的努力卖力的不得了。他的一卖力呢，我们全部就是说，我现在我叫他是法西斯，你知道吗？我就说非常严厉啊！对，我叫他法西斯，因为什么？排练他可以忘我的，他全部可以忘掉，一直排到1点钟。哎，你们吃饭了吗？他说他没有放，哪里可以吃饭？他说你们吃饭了吗？啊，我说你没有放我们怎么可以吃饭？导演太投入了，很认真，真的很认真。我就听说一招一式都抠得非常细。对，他录像绝对比我们看得多。他也希望不破坏这个原来的经典的东西。是。那还有一位刘导演呢？刘军老师，他也是很认真。那么他现在就是说老生啊、老旦啊，他以前的时候都是胜任的，他比较全能的。对，一位老师他是整个就是说，辅导你的摆口啊，辅导你的动作啊。这个戏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除了这个男女主人公啊非常的出彩之外呢，就是行当很齐全。对，就是周围的这些角色啊，都是很有彩的，都很出戏的。所以有人物的，对，每一个人物稍微弱一点的话，这个戏就显得弱一点。可能这也是这2位导演如此认真的一个原因。家庭4年7月，襄阳张生既往，以情则自谁之间，自己于朝日月语，小鸡临县五湖月语，情是赞美人尊，普及百年格林小雨，往事沿线，身前素面死的情色，根根是心语往前方闻不灭，今夜从日为梦，也得于此啊，来日再见心愿。言语中情不可阻，无悔在不必伤心。小姐，我那月小姐
孤行，我只盼平气才来迎生，你呀恰不了我早把带小强你我只盼夫唱妇在情深恰不了牛音相小张黄江，你那里谁草谷中无马少三万一缕随风飘，我这里面在岭外唱同团我是捧起酒来这个问题呢，还是要问志平和国凤，因为刚才其实你们自己也谈到了，从《红楼梦》以后，其实不是《红楼梦》以后了，从追鱼开始，前年吧，一部追鱼，然后去年的《红楼梦》，今年的《西园记》，你们给粤剧观众留下的一种印象呢，是在近几年之内，你们不断的在整理徐王流派合作的一些经典剧目，而且
一步又一步的忠于原味、尊重经典的奉献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这几年确实我跟国风也是很努力。虽然我们目前在没有原创剧目非常满意的前提下，我觉得传承经典也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这也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啊。所以我跟国风说，我们这次屈原记虽然是复排这样老是一个经典的戏，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打折扣。非但不能打折扣，而且我们整体在体现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有我们自己的亮点。有新意，对不对？至少演出我们自己个人的风采，哪怕只有不是太多的亮点，但是有几个亮点是必须的。国风呢？其实在传承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很艰难的。我就是说，我们这样一个演员，其实这样去演绎，其实万一演不出老师当年那种感觉的话这个人物基调也好，那个感觉也好，其实观众会给我们就是怎么对我们会很失望，其实压力也是很大的。尤其是这个戏出排是在80年的国庆节，所以呢，离现在也就20多年的时间，很多现在的越剧观众当年都是看过戏的，所以他们肯定有一个比较。对，而且很清晰。对观众来讲，其实我们的压力是挺大的。其实不亚于那个原创的剧目。其实有的时候原创的，因为它没有一个模式，没有一个样板在那边，观众心里也没有一个什么，好像定这样一个形象的。对，没有一个固定的先入为主的一个形象。一方面要恢复，另外一方面就像刚才志平说的，也要演出自我的一些风采，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每日里少王人来把卡背，门向开来几座仙，再续恭敬听教诲，立冬下啦多生言，这儿名掉落的崔文章，不但我悲欢莫云实可怜。孙悟空套上了金箍咒，没法子哦。来，再躲一位吧，我来给你当孙。八姑，大声喊口哦！静雯，静雯，你的眉毛是谁替你画成这个样子的呀？我自己画的。画的一点都不美。来，我来替你改画一下。哎呀，小祖宗，你读书要紧，毕竟让我嘎嘎闷嘛。好，就让你画吧。老爷，你画就画，可千万不要把我的眉毛画得像林姑娘一样。为什么？他不喜欢。有一天他到园中来，只要我去扶着脸，看山。金色处连过是水，眉眼也虽像林妹妹。水中了小肩膀，再也不要头，他是谁？难道每一声讨苦的也就会得罪神了吗？哎呀，二爷，你少话多询问我哈。眉眼更像个林姑娘，岂不是爱了他的眼？添了无情文采。我偏偏要画得像林妹妹一样。来，
辣椒面，我不是上海。忙我这的人啊，只有他才会磨牙齿，这都是二爷宠着他的缘故。二爷啊，常言道，你心成罪，多张嘴，休怪我要把二爷劝一回。你怎可不忘问在无涯的自知体奴婢去完美，你放下真经说不念被老爷知道定责备。二姨这是太爷反不生，总算你不是真心爱读书，你也应该长成过读书的样子来。读书读书又是读书。好，天是你俩，来脱下一件衣服吧。这是哪里来的？我怎么从来也没有看见过？二爷，哪里来的？是一个朋友送进来的呀。是什么朋友就会送这样的东西？你少管一些好不好？哎，不知你呀，有这张什么三教九流的身份了。好心你的红巾啊！不知我家二爷又做了些什么玩世神的事了？我做的也是正经事，也没去为非作歹了。你哪里来的？来，中人亲王府里有个长期的戏子，名叫纪冠，是他送给我留作纪念的呀。戏子，天下是你操纵，谁能知他头上埋小配小苦？他是四出白酒心不改，心不改，令人当作黄叶奴。我与愿相识，好呀与梦他，趁我还进千香路。二爷，你进我戏子就叫朋友做这种事情，二爷好。你不分上下贵贱，留下真公路的定情重。家人里有与戏子结朋友，岂不放平人生配天舞？上辈老爷来自小家法是我少得过呀。与戏子交个朋友，这难道又犯了什么大罪了吗？我一长情与戏子往来有什么错？全新时代来临，伊卡路新瓶升级绽放，吸收惊喜新成分，滋养出全新的动人芳香。就让秀发逃到不平凡的梦乐园。桃
潮醉在全新伊卡路。哎，去吧，你知道我在啊。每一天，每个时刻，总有柠檬茶爽贴身跟随，清新你口气。佳姐士柠檬茶爽有效去除口腔细菌，从早到晚陪着你，送上清新口气，不离不弃。细微污染残留在头皮，头屑出现。新海飞丝植物净萃系列，净化细微污染物。没头屑烦恼，进入净化的世界。新海飞丝植物净萃系列。新升级玉兰凝萃薄荷冰爽沐浴露，一冲洗不油腻，冰爽魔力从肌肤冰出来。玉兰凝萃薄荷冰爽新上市。你现在会跑会走，可不肯乖乖的躺着，别紧张，有邦宝适学步宝宝拉拉裤，轻松穿轻松脱，让你探索世界不停步。邦宝适拉拉裤，轻松分男女。要把双眼点亮，除了解决笑纹细纹，也还要摆脱暗沉。全新 Olay Definity 焦点皙白双重精华眼霜，特有双重精华成分，能帮助修正暗哑，同时减淡笑纹细纹，提亮眼周肤色，唤醒光彩，仿佛注入一道光，眼眸从此光感四射。Olay Definity 焦点皙白双重精华眼霜全新上市。想要小脸视觉，沙宣深层水养洁护系列能令发丝更加顺滑服帖，创造小脸视觉。沙宣深层水养洗护系列。Olay 玉兰油多效修护防晒霜，一瓶同时帮你提亮肤色、补水保湿、光滑肌肤、修饰毛孔、均匀肤色，减少细纹，长效滋润，同步对抗多种肌肤岁月问题，焕发肌肤年轻光彩。Olay 玉兰油多效修护防晒霜。新版的《西园记》这部戏呢，将从7月31日开始在上海一副舞台呢连续演出4场。我们希望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去买票观看。那么再次感谢4位嘉宾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好吗？观众朋友们，再见。再见。